真是行公理，好公义的城，伊是上帝有的担当人的罪，伊要叫伊的百姓脱罪因的罪恶，伊小像患难得的平安，伊受逼迫难得的遗憾，伊真是行公理，好公义的城，伊是上帝有的担当人的罪，伊要叫伊的百姓脱罪因的罪恶，伊小像患难得的平安，伊受逼迫难得的遗憾。伊受压迫拄着艰苦，可亲像羊仔牵到树台底，也无开嘴。耶和华已将伊罪赎罪者，所以十字架得力，在咱地球的人，看做上帝的光。